大家好，我係 Annie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Suki。呢一位咧就係我哋嘅新同事 Suki。今次咧係我哋盛華智能，我哋自己嘅頻道介紹啲新嘅產品俾到大家。那 Annie 姐，那我們今天有什麼新產品要介紹呢？今日有咩新產品咧？今日咧有好多新產品啦，比如話有我哋嘅新款暖手寶永不分離呀，呢個係第一個產品。仲有咧係有呢個入耳式嘅耳機，仲有熱敷入耳式嘅按摩槍啊，仲有定位卡片啊。今次就係介紹啲新嘅嘢俾到大家。第一樣產品咧，我哋就介紹呢個暖手寶啦。而家冬天啦，大家都會凍手啊、凍腳啊，但係咧有咗呢個暖手寶之後咧，相信大家就會好保暖啦。嗱，呢一隻咧係咁樣分開嘅，佢係分開用，係唔係？一個人一個，或者咧你夾埋一齊就可以咁樣一成個用。呢個包裝都好得意啊！你睇，呢兩隻係磁吸啊，係磁吸嘅，係呢一隻咧，你送人都好好啊，因為佢真係好靚啊！佢加埋你呢個包裝都係好靚嘅啊，擺埋呢度去送人，好 Q 啊，好得意啊！呢一個啊，呢一個咧，佢係有3個溫度可以調嘅，佢咧下面咧有對應唔同嘅顏色，就係有唔同嘅溫度，有45、50、55，1秒加熱嘅。你長撳開機咧，佢即刻就會發熱嘅，好快就熱噶啦，一兩秒就會發熱。呢一隻，我們這個暖手寶呢，不單單女孩子可以用來暖手，那我們女孩子，比如我們有例假的時候，可以用來暖我們的小肚子。係啊，好送人、送老婆啊、送仔女都好好哦。呢個係一個好好嘅產品啦，送禮啊都好好。而家咧，我哋報一下呢個價錢啦。咁 Suki 呢一隻我哋賣緊幾多錢啦？呢隻暖手寶嘅價錢係150蚊，係賣緊150蚊一對，一對哦，唔係一隻哦，係一對。而家介紹咧係介紹第二樣產品，就係耳機。華強北嘅耳機大家都知啦，悦府嘅聲音啊，悦府嘅芯片係非常好嘅。咁我而家介紹嘅呢個咧，呢一個係1563E，係7對，呢個係6對，呢個係8對，每一對都係唔同嘅。比如話而家介紹嘅呢一個係半入耳式嘅，佢係冇耳塞嘅，呢一隻係冇耳塞嘅。嗰啲有啲女仔就係唔中意戴耳塞，你就可以戴呢一隻，聲音都係非常好嘅，都係有共嘈嘅。呢一隻咧係1563E，第二個咧係戴耳塞嘅，呢隻咧個共嘈會更好，因為你塞耳仔嘅始終同唔塞耳仔仲有啲區別嘅。如果你想共嘈，就係個共嘈更好，你就戴呢個耳塞嘅。呢啲咧通透模式、共嘈模式都係有嘅，全部都係支持 VICC， 就係嗰個悦府芯片去測試嘅。而家呢隻咧旁邊呢一隻咧係8對，係最新嘅一隻。呢一隻嘅輔導咧就係比較貼合我哋嘅耳仔，佢係彎彎地嘅，彎彎地更加貼我哋嘅耳仔。呢3隻嘅聲音咧都係非常好嘅，不管你係聽歌或者你係通話，絕對係好清楚嘅。呢個大家可以放心，因為好多人買都會話買悦府嘅聲音係非常好嘅。一次嘅續航咧可以大概有20個鐘咁樣，攞一次就係咁樣，一次攞出嚟聽，一次咧應該係8個鐘左右。之後咧就係放入去，呢個係耳機充，仲可以充多2次，就差唔多係20個鐘咁樣。呢個你如果有中意就可以過嚟我哋現場過嚟鋪頭試下。旁邊呢一個咧就係掛耳式嘅，如果你唔中意呢啲塞耳仔嘅，你又想戴得舒服啲，你就可以揀呢啲掛耳式嘅，入住耳仔嘅，入耳式嘅。
嗰啲聲音都係非常好嘅啊，聽低音啊，包括嗰啲音色啊都好好，聽電話都冇問題啊。呢一隻咧就係一隻新款，呢一隻咧就係有兩個色，有一個係白色，有一個係粉色，有一個係紫色，呢兩個色啊。如果有中意咧都可以過嚟試。呢一個咧係茶山一個牌子嘅，都係牌子貨，所以呢啲耳機咧我都係介紹啲高配置嘅，聲音比較好嘅啊，平啲我哋就唔介紹啦，一試就試好啲嘅質素。呢個嘅價錢咧係呢一隻咧係150蚊啊，隔籬呢三隻咧我同大家講一下價錢，呢隻悅虎一拖二嘅，呢三隻咧都係一拖二。就可以同時連兩部手機，呢一隻係168蚊，呢一隻咧悅虎嘅耳機1563E 係168蚊，7代，呢兩隻咧係6代同8代，呢兩隻嘅價錢係220，都係支持測試嘅。好，我們現在來介紹一下我們這個投屏器，它呢的功能呢，就是我們出去外面拍照的時候呢，方便我們那些不會拍照的對象們，方便我們是可以把這個投屏器呢吸在我們手機後面，它是連我們手機投屏的，吸在後面呢，我們讓對象幫我們拍的時候呢，或者是別人幫我們拍的時候呢，我們能看到自己的動作表情，或者是我們擺什麼樣的那種姿勢，可以看到，讓我們這樣出片率呢就會很高，很方便。那個連接的方式也很簡單，打開我們手機的投屏，打開連接它就好了。它的型號是 P2P， 直接連接好了。還有呢，我們這個呢投屏器呢有幾個顏色，有粉色、白色，有綠色，我們幾個顏色可以供你選擇。這一款的價格呢是180塊錢，快充線它很快的。它呢有兩個長度，有一個短的，我們可以把它掛在我們手機當一條手機繩來使用，我們可以這樣網在那個手網上面。還有第二個呢是比較長一點的，我們可以把它掛在脖子上。兩邊都是 Type-C 的，兩邊都是 Type-C 線，是我們安卓跟蘋果都可以用的。這個插頭，這個插口，我們都是安卓、蘋果都可以用的。我們這個有一個很重點的功能，它可以做文件傳輸，可以傳輸一下我們電腦啊，或者是比較重要的一點文件啊，什麼都可以用這個線來傳輸的。這個短一點的是58，這個長一點的呢是68。而家睇上呢一啲咧就係定位卡片，3款嘅定位卡片。呢一隻咧我之前都有介紹過，呢一隻咧係可以用3年嘅，就你買一片呢個咧，下個 APP 之後咧就可以綁定你手機噶啦。呢一張咧可以擺錢包，可以擺你個車啊，係咪？小朋友嘅書包啊，全部都可以擺一張嘅。呢一張嘅話係可以用3年，唔需要充電嘅。係全球通用嘅，你去邊度都可以，只要手機下個 app， 安卓手機、蘋果手機都可以嘅。就下呢個 app 之後就可以用到，一開綁定你個手機就可以跟蹤到嘅啦。呢一個咧，佢同時係可以，比如話你嘅手機咧，你同時可以裝5部嘅，就係可以綁定5張卡嘅。呢一隻咧係充電款嘅。好細一個啊！呢個就係你如果唔中意咁大嘅，你就可以揀呢一個，非常細一個。呢一個嘅話就比較更加方便咯。嗱，咁細一個，你可能擺錢包會更加方便。而且呢隻咧係充電款嘅，呢一個咧係3到4個月充一次電。呢個就唔使，呢個大啲嘅唔使充電，買一片用3年。呢一個3到4個月充一次電，全部都係要下一個 APP。下一個 APP 之後咧就綁定你手機啦。兩個嘅用法其實都差唔多，只不過佢係一個充電，一個唔充電。之後咧就大細唔同嘛，價錢其實係一樣嘅。呢一個咧價錢係90蚊，非常平嘅價錢。好多人買都係買幾片啊。
旁邊呢一隻咧係呢個4支嘅隨身 WiFi 蛋，呢一個咧係要插卡嘅。由你開機之後咧，佢有塊電池嘛，你裝咗電池之後咧，佢呢個顯示屏咧係可以睇到佢 WiFi 嘅帳號啊同密碼，就係你帶呢個出街就會比較方便。呢一個嘅話，你香港啊或者大陸都可以用到嘅，插手機卡就可以用到。呢一個咧，佢係 Type C 充電嘅，裡面仲有一塊電池，你插咗呢個就可以續機噶啦。呢一個咧，你帶出街就係可以同時分享俾幾個手機嘅，或者你擺屋企幾個設備都係可以用到呢一個嘅。呢一個嘅價錢同大家講一下。188蚊，一個隨身WiFi 蛋，少兩隻 mini 嘅按摩槍俾大家。第一支是這樣子的 mini 嘅迷你款按摩筋膜槍，它呢是有2個頭可以換的，有一個呢是稍微尖一點的，可以，還有一個呢是有5個角的頭可以換，唔同嘅按摩頭可以更換嘅。現在先試一下這個頭。呢隻嘅咧，佢力度會大啲嘅。佢檔數嘅話有4個檔可以調嘅，大中細大家可以自己調整嘅。好，開始動起來啦！我覺得呢個應該幾舒服。哇！佢有抓手，幫我按摩一下。OK 舒服。OK 啦，好勁啊！好勁啊！呢個要睇你手唔手得啦。旁邊仲有呢一隻，其實呢一隻咧同佢旁邊嗰隻都係差唔多嘅，可能就係唔同嘅牌子咯，唔同款咯。你睇下，頭都係配2、3個頭咁樣嘅。呢個開關係呢一個位置。蘑菇頭，你看震起來了，那個手震起來，手啊、腳啊、腰啊、背部啊，全部都係可以用呢個去用嘅，放鬆我哋嘅身體。特別是我們女生，如果說是穿高跟鞋的女生，可以用這個筋膜槍按一下我們的小腿，尤其到那種放鬆肌肉。腳嘅後面，小腿腳嘅後面。呢個係咩價錢呢？呢個價錢咧係180蚊，180蚊，小嘅mini 嘅按摩槍嚇，呢個價錢。下來介紹這個大的筋膜槍。旁邊仲有一個大啲嘅，大啲咧佢嘅配件會多啲哦，1、2、3、4、5、6個頭，勁啲嘅。哇！我一晚睇過去咧，我有個我最中意嘅呢一個，好大呢個。我覺得佢應該係腰同肩應該好啱用嘅，我覺得範圍咧就會大啲。嗱，佢係咁樣嘅，就搭配我哋呢啲上面呢個肩啦，係咪係手啊腰啊？我覺得都應該好好。說得我都想試一下。都係勁啲嘅力度都很大的。哦，這個力度很大。靜到我嗱，你睇到啦，佢睇頭咧有啲唔同嘅配件咯。呢個應該就會舒服啲。運動之後咧就係可以用呢個筋膜槍嚟放鬆我哋嘅身體嘛，就舒服啲。佢裏面咧就係有搭配幾個頭嘅，你哋可以跟住你嘅唔同嘅部位係搭配啦。咁我哋呢一隻賣緊咩價錢咧 ，Suki？這個價格呢是198，198蚊就貴咗10蚊咯，價錢係唔貴嘅，其實是不貴的。你看這麼餐飯嘅錢，這麼多個頭，對吧？係，是你的還是我的？我的，黐唔順，算啦。好啊，我哋下段片再見啦。今日就介紹到呢度啦，多謝大家嘅支持，拜拜，拜拜。